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8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今天胡適走勢實際上還是不錯的，雖然是三大指數集體收跌，但是外圍股市在創了新高之後也都在收跌。這個再加上周末啊，這個特朗普不知道要做什麼妖，所以說資本市場顯得小心翼翼。A 股三大指數集體低開，全天震盪，滬指、創業板指數盤中一度翻紅。也就是做了掙扎，截至收盤，滬指微跌 0.14 點，實際上就是結束了什麼6連陽。它是個低開陽線，雖然跌了，這是個假陽線，那看上去恐怕是7連陽吧。深圳成指跌 0.5%， 創業板指數跌 0.96%， 這個成交額 3.08 萬億，看上去一切都正常。畢竟到了這個點位，往上沒有太大的信心，往下又不甘心。再碰上周末，所以說這種走勢非常正常。如外圍市場不一樣，外圍市場都是創了新高之後，人家回調或者是喘口氣。不是，創業板是創了新高，但是這個滬指還沒有破前高，顯得這個信心有點不足，猶猶豫豫。接連幾天都是漲多跌少，今天又是3637家上漲，1728家下跌。但是這個金融消費者想賺錢，那還是很難的。如果你沒有抓住熱門板塊，那恐怕還是別的股票都在漲，唯獨你拿的股票它就是不漲。你成為一個鎖倉者，幫他鎖倉。不光是散戶賺錢難，連上市公司自己賺錢都很難。今天有媒體報道 ，A 股的上市公司叫雙陸藥業，理財踩雷，超7億元本金未收回。5月5號，雙陸藥業公告稱，收到深交所公開譴責及紀律處分決定。公告顯示，雙陸藥業存在通過信託產品對外提供資金的情況，截至目前，合計7.64億元本金未收回，且存在較大損失。上述業務未按規定履行相應審議程序及及時對外披露，相關定期報告信息披露不準確，相關資金支出、公章審批、合同管理的內部控制。雙陸藥業此前披露年報顯示，2025年已因該事項計提減值損失 6.11 億元，導致當年規模淨利潤虧損 3.47 億元，扣非淨利潤虧損4613萬元。針對此事，雙陸藥業管理層此前給出了一份兜底方案，董事長徐明波自願承諾對無法挽回的差額部分予以補足，並以先行上繳5000萬元現金。也就是上市公司把自己的錢拿去理財，這個就很有意思，涉及到幾個問題。第一個，你說你作為上市公司，你募集了資金，你有錢幹什麼？要麼研發，投入研發，要麼用於擴大生產。如果你不研發，也不擴大生產，那你這麼多現金幹什麼？那就分紅，給大家分了，讓這個中小投資者也能沾點光。好，你不分也行，最好的辦法像這個萬惡的美的一樣，你回購自己的股票注銷，這也可以。但是你看胡適這些實際控制人都幹什麼？他既不分，也不搞研發，他也不回购股票注銷，他把这大量的現金用去理財，給信託去投房地產，借給房地產公司生息。為什麼呢？大家想一想，這就是掌控。那你理財其實也可以，上市公司說實在不行，理財也是給上市公司賺錢，也沒毛病。但是他是私下理財，他沒有走正規程序。要像這種理財7個億，一般要過股東大會的，要披露你這錢幹什麼了。結果他都沒有履行這程序，偷偷摸摸的把這錢去理財，很有可能理財的錢賺的錢恐怕就是給大股東了，或者給實際控制人，也就是拿着上市公司的雞去生蛋，生的蛋是他自己的。就这意思，這就是胡適上市公司都是這種玩法。像這種玩法還算好的，還不算太坑太狠。你像恒大直接把子公司的錢，就是恒大物業的140億拿走了，這還不如理財。這就是上市公司，這樣的上市公司有多少？完了之後交易所就對他譴責就完了。這些亂象實際上最近這個前村長是吧，被雙開，易村長被双開，也已經說明問題。當然了，
不是說僅有這麼一個村長有問題，還有其他的村長，還有歷任村長，還有副村長有問題的恐怕大有人在。只不過這個易村長反正他暴露了呗。這個易村長被双開以後，我們的證券專家劉继鹏他做了個视頻，在那痛陈他跟易村長之間的一些恩恩怨怨，他对易村長进行了痛批。关于刘继鹏和易村长之间这些怎麼說呢？軼事，反正以前媒體也有報道過，這個劉繼鵬自己也含沙射影也說過。但那個時候易村長畢竟還沒倒台，也就是易村長壞了事是吧？從那個村長任上下來之後，劉繼鵬就開始在各種論壇、各種場合就開始吐槽了，開始蛐蛐，但是也沒有點名，也大家都知道，咱們節目也介紹過。那這次易村長雙開以後，劉繼鵬借着這個新聞雙開開始聊，他做了個視頻，我來給大家介紹一下。他前面念了一下這個村長犯了哪些事，大家都知道，媒體都公開了。那劉繼鵬作為業內人士，作為專家，他講的不一樣的。他說易村長默許縱容親屬利用本人職權謀取利益，利用職務之便利為善事審批融資貸款謀取私利，並非法收受巨額財物，搞利益輸送，包括像限售股違法轉融通這樣重大問題，都是他發生在他任村長期間。尤為惡劣的是，他專業不熟悉，也就是說，這個易村長根本就不懂業務，不懂專業，並且不懂專業不要緊，很多人都根本就不懂業務。這個易村長不懂業務，而且還聽不得批評意見，說易村長以為融資高、上市公司數量多就是業績，所以就大量低質發行新股。在易村長2019年到2024年這5年期間，IPO 融資上市的企業1900多家，平均每年381家，高峰期是2021年的523家，5年的 IPO 融資2.21萬億，從這個市場抽走2.21萬億，平均每年是4420億，最高年份是5870億。這是新股 IPO， 還不算再融資，再融資已經上市的企業的增發呀，再融資搞了多少？4.99萬億，就將近5萬億啊，那就是5年，那平均1年就是1萬億啊。這種竭澤而漁的政策，又怎能不導致資本市場不長期低迷呢？而對資本市場形成一些問題，它卻長期置之不理，導致股價就是指數長期在3000點以下徘徊。說不少專業人士明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而易村長脫離群眾，對凡是提出批評建議的文章，只要稍不合意，就不問青紅皂白，一律封殺。劉繼鵬就舉例子了，他說，比如對我給他提交的關於交易所體制改革和注冊制完善的意見，他不僅置之不理，而且還堅決封殺，違規使用行政權力進行打擊劉繼鵬教授。例如，他就多次安排下屬和我要參加的一些重大會議打招呼，就是讓自己的辦公室主任、村委會主任，這個，比如劉繼鵬要去某個論壇或者參加某個會議，直接就給那個會議的主辦方打電話，不要讓這個人說話，不要邀請這個人，你要邀請這個人，我就讓你論壇關門。這劉繼鵬說，比如像對人民大學資本市場年度論壇和北京師範大學上市公司治理的年度論壇，他們都給主要負責人打電話，建議取消我的參會資格，嚴重破壞了資本市場的監管環境。而在村裡聽取意見的會議上，他還直接與某位專家就定增問題爭論，為他的封殺辯解，態度惡劣，這直接惡化了資本市場的輿論環境，破壞了監管部門和投資人與學者的正常關係，導致了市場的長期低迷。你看，村長就是這樣的水平，村長這樣的水平，你說資本市場怎麼好得了？就那麼多人還對資本市場抱有痴迷的態度，你看都是什麼人在管？村長、副村長都進去了。好，這個劉繼鵬說現任村長，他說新村長在2024年、2025年期間善於傾聽意見，
而且熟悉資本市場。說之前胡適已因易村長的大幹快上深受其害，必須先要調養生息。2024年 IPO 企業數量100家， IPO 融資僅674億。2025年 IPO 數量116家， IPO 融資1318億。這對資本市場要上4000點，且站穩4000點，重新樹立人們對資本市場的信心，起到了關鍵作用。這一點我再補充一下，你看這幾年這個100家、116家，你明顯少了，那这些企業去哪兒了？這些企業就去了香港，在港股上市，這也給港股的市場還有香港樓市啊企穩回升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你想，本來這些企業都是在胡適上市的，一年300家、400家，現在一年只能上100家，那還有200家、300家去哪兒了？全部都没辦法轉到去港股，去了港股，這麼多在港股上市的，他們在那兒也買房，要租辦公室，在那套现，他一上市不就套现嗎？一套现那錢，人家套现套的是美金，那肯定是尽量在香港買房子比較合適。所以說，為什麼香港突然出了好多人，內地人在那買房，跟這有極大的關係。這個劉繼鵬說，他說通過對易村長查處，應該充分認識我國資本市場的人民性和政治性。這個一說，我就感覺這好像還是沒有抓住這個本質。你資本市場人民性和政治性什麼意思？資本市場的反腐鬥爭必須持之以恆，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需要勇於擔當。因此，我們應積極通過正確渠道建言資本市場。說易村長給我們的教訓是深刻的，這一重要的崗位必須知人善任。關於劉繼鵬對易村長的檢舉揭發，比如這個說法，我覺得也得分開看。什麼意思？就是易村長違法犯罪、貪污受賄，這個沒什麼說的，是吧？犯法了，應該嚴懲。但是你說他 IPO 數量多，這個我覺得他對資本市場這種損害不在 IPO 數量上。IPO 的數量無非就是一個輸，一個是賭。易村長採取的是輸唄，讓他進。那現在的村長採取的是賭，不讓他上。這兩個哪個好，這可不好說。這都是一種辦，就像治水一樣的，哪種辦法好？你賭好像感覺這個資本市場現在上了4000點，但是你要知道这個資本市場它的目的是什麼？目的還是給供需雙方提供一個平台，不是人為去操控它。你不管是輸還是賭，都是人為操控，像擰水龍頭一樣的，水少了就把它擰大一點，水多了把它水龙头擰小一點，總以為這樣調節，實際上是做不到的。萬惡的美的資本市場為什麼就能做到注冊制？人家沒有數量限制，你愛上市不上市，對不对？一年1萬家也可以，只要你有的本事，只要你能去，你能賣得掉，有人買，是這樣的。這注冊制就是這樣的。你覺得你這公司不錯是吧？賈老板那個什麼法拉利未來1輛車還沒造出來，人家在美股上市了，沒關係，只要有人願意買，他講的故事有人認，人家就去買。這樣你能發1萬家一年 IPO 1萬家也無所謂，只要市場認，這叫市場化。監管部門幹啥？監管部門就是讓你不要撒謊，你得誠信，你得如實披露，你對你說的每個字要負責就完了，你不能欺詐。明明你的利潤沒有1個億，你說你是10個億，你就完了，就得你要誠信，人家就只監督這一點，只是說你願意上那你上唄，只是說你本來你自己發行的原始股才1塊錢一股，但是你跑到市場上賣400塊，那你願意，只要有人願意買，這叫公平、公開、透明。你監管是幹這個，但是你想想胡適這個監管是幹什麼？所以說在這一點上，無論是新村長還是老村長，還是未來的村長，他在本質他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本質上沒什麼區別。所以說胡適根本問題在哪兒？是不在乎這個 IPO 多了一點還是少一點，是這裡面出了問題。或者反過來說，你在胡適這上不去的這些企業，你跑到港股，人家都要照单全收，都能上。港股也是部分也接近美股，也就是說你只要在市场上賣得掉，你就上。為什么獨獨在你這自己這兒反而上不去？所以說在我看來，劉繼鵬教授和易村長這種觀點之爭啊，這種爭，當然除了易村長這貪污腐敗之外，這些咱就不說了。他們觀點之爭其實都是在這種計劃體制下的一種，在這計劃體制大的框架之下的一種左右之分。
誰比誰也好不到哪裡去。我倒是覺得，作為證券專家，應該多研究什麼？多研究为什麼同樣一個人，假會計，他在胡適他就搞了一個樂視網，然後成了白馬股，成了創業板裡面的標杆，呼風喚雨，最後一查原來是欺詐上市，對吧？是財務造假，最後退市了。但同樣還是假會計，對不對？人家到了美國，同樣是講故事，一輛車都沒造出來的這個法拉利未來，人家也能上市，現在在美股也挺好，是吧？就這麼個事情，橘生淮南則為橘，生如淮北則為枳，把這玩意兒先研究明白，看看這兩邊市場到底差點什麼事，問題在哪兒？把這個整明白，我覺得比什麼 IPO 點少點，融資少點，是吧？是3000點還是4000點，這些是結果，不重要，重要的還是根本。作為學者，你應該研究這玩意兒，這種現象，我覺得這更有意義。為什麼到了美帝那兒，假會計他是龍的盤着，是虎他的臥着，對吧？他縱有一身本領，他也不敢在那兒亂來。但為什麼到了胡適這個假會計，他就長袖善舞，什麼招都上？是為啥？同樣一個人，如果哪天把這玩意搞明白了，我倒是覺得把這玩意搞明白了，完了你真要去改，那這個胡適才有投資的價值，也就是你才敢把你養老的錢，敢把你辛辛苦苦賺的窩囊費投進去，讓它增值。否則你都是在做貢獻，你相當于在献愛心，你相当于是在給這各種紅十字會或者什麼之類的在捐錢。你以為你是在投資，實際上你是在捐款。當然有很多人他只看結果。他說胡適你看從3000點漲到4000點，不是漲了嗎？牛市，對吧？從2600漲到4000，現在還在漲，也漲到5000。問題是他就是漲到6000又能怎麼樣？這些問題不解決，你有一天還會吧，叫輸的褲衩子都沒了。不要以為你現在在裡面賺點小錢沾沾自喜，有你哭的時候，因為他根本問題他沒解決。我們再看看這個胡锦老師今天又發了個微博啊，又說了霍爾木斯海峽。他說啊，北京時間今天凌晨，美國與伊朗又在霍爾木斯海峽打起來了，但是特朗普表示停火協議依然有效。美國中央司令部表示他們不尋求升級局勢。伊朗方面則在北京時間今晨表示，海峽地區局勢已經恢復正常。老胡認為，特朗普之所以派3艘驅逐艦在這個時候闖海峽，是想要給伊朗方面施加壓力，逼對方盡快同意美國提出的一頁紙諒解備忘錄，同時顯示美國在結束戰爭時保持了壓制對手的強勢。這是胡錫進，他認為這個是特朗普故意的挑釁。伊朗尚未決定拒絕還是接受美國新的和平方案。客觀說，該方案對伊朗的要求也做了一些讓步，尤其是美國結束對伊朗的封鎖，與伊朗開放海峽被放到了同一個時間框架裡。由於該方案尚未公布，很多細節外界不清楚，但美國的態度肯定比最早提出的方案軟化了不少。胡錦老師他認為特朗普肯定是讓步了嘛，特朗普總是慫嘛，這肯定是讓步了，對伊朗也做了讓步。老胡相信這場戰爭在戰略層面打到頭了，美國放棄了更迭伊朗政權的目標，摧毀伊朗導彈能力，控制伊朗石油也不實現了。特朗普現在更聚焦於伊朗明確消除核能力。胡錦老師自己在自說自話，他自己在給特朗普下目標，自己也在否定，是吧？特朗普雖然滿嘴跑火車，早上說的和晚上說的不一樣，但是我的印象裡面，特朗普好像沒說過他非要更迭伊朗政權，說過嗎？他倒是說過，是吧？說要給伊朗人送去什麼支援，要讓伊朗人記住那些什麼8四級民兵或者什麼衛隊的成員，是吧？但是確實以色列倒是提過，是吧？以色列的國防部長還是什麼參謀長倒是說過要顛覆毛拉政權，但是美國這邊好像還沒人說。這不就媒體還有胡錫進不就一直說特朗普沒有明確目標嗎？這時候又說特朗普有目標，所以說這就是特朗普說什麼做什麼都是不對，這就是胡錫進老師就這種態度。胡錫進老師和很多媒體不是說特朗普就因為他沒有目標，你打伊朗你要幹啥？特朗普不說幹啥，你管我没有目標。這是胡錫進老師以前批評特朗普沒有目標，現在又說特朗普有目標，他第一目標是更迭伊朗政權，現在更迭不失敗。第二目標是摧毀伊朗導彈能力，所以這個也失敗。
總之，這就是胡锡進老師自己在那自己設 KPI， 自己考核，最後結論就是特朗普又失敗了。大家都知道，特朗普的这個最底線說白了就是核問題，這他自己倒是說過，跟還有盧比奧，包括萬斯一再強調，最多的就是核，這個倒是事實。胡锡進說，其實最後這一點，伊朗在大的原則上早已接受，在特朗普現在聚焦於伊朗消除核能力。胡锡進老師說伊朗在大的原則上早已接受，說伊朗明確表示不發展核武器，但要保留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的真實差距其實不大，但如何解開這個表面上的死扣，現在更多是雙方各自面子的問題。特朗普想多要一些形式上的東西，以展現他沒有白打這一仗。最終的協議比奧巴馬2015年簽署的要好很多。伊朗為維繫政權，也要守住他自己的面子，盡量顯示美國就是白打了，伊朗沒有後退。特朗普這個時候派3艘驅逐艦過海峽催遷，效果有可能適得其反。我記得我在3月份是吧，咱們就說過了，美伊之間的最大的分歧就是核濃縮鈾，這是最大的分歧。霍爾木茲海峽其實不是什麼分歧，因為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是一種狀態，你雙方各自描述都可以宣布自己贏了。不知道大家能理解這個嗎？衛隊也可以宣布自己，或者伊朗人可以宣布自己在霍爾木茲海峽這塊他贏了，特朗普也可以宣布，沒毛病。為什麼？因為它是一種狀態，你狀態很難描述嘛。只要比如說我未來這霍爾木茲海峽又恢復到2月28號之前，大家正常通行，一點問題沒有，那伊朗也可以宣布自己贏了。他說海峽現在在我的管控之下，他們從這兒路過都得給我們打招呼，都得在我們這兒登記，沒毛病。伊朗可以宣布自己贏了，特朗普也可以宣布自己贏了。你看海峽又恢復到以往的寧靜，那這玩意兒你說你怎麼去判斷？所以說這個就是叫什麼，一個狀態兩種表述，各說各的，沒毛病。但是你說這個濃縮鈾怎麼弄？這玩意兒跟領土是一樣的，給你我就沒了，我不給你，那特朗普他不願意啊。這玩意兒你說460公斤濃縮鈾怎麼辦？我覺得重點不在什麼15年、20年那些事情，當然反正大家還可以討價還價，核心是在460斤的濃縮鈾，60%的丰度的。美國人說你要交出來，我要把它拿走，但你不給我，我就自己拿。伊朗人說我給你了，我怎麼交代？那些給你了我就沒了，這玩意兒你怎麼能對國內谈判怎麼宣傳？暫時交給美國保管是嗎？所以這玩意兒就像領土一樣的，沒法給你我就沒了，怎麼弄？所以說核心在這兒，對吧？說來說去就在濃縮鈾怎麼處置。至於說把伊斯法罕什麼的那些什麼核設施給它拆掉，這都不重要。朗子把它拆掉之後，他也可以宣布自己贏了。反正拆完了之後，他也不讓你伊朗的基本盤去看，对不对？那是軍事重地，不讓你去看。他說他沒拆，他說拆了，或者他說他升級了都可以，你可以描述，你可以通過宣傳給談判洗腦。所以說唯獨最難處理的就是這個濃縮鈾。這特朗普一旦把這個濃縮鈾拿到手，他一定會展覽，他一定會向全世界宣布我贏了。你看看濃縮鈾已經拿到美國了，那你說這朗子想隱瞞也不行，現在畢竟是信息時代，對不对？這個消息很快就會傳回伊朗國內，基本盤就看到了，想隱瞞不了。你說讓特朗普別說，特朗普你把這玩意兒拿到美國去，你能不能保密？特朗普他保密不了，美國的輿論環境也不容許他保密，他一定会大肆吹捧。所以胡锡進他認為特朗普這個時候派3艘這個導彈驅逐艦過霍爾木茲海峽是為了威懾這個伊朗，逼伊朗簽這個什麼劣質的諒解備忘錄。雖然雙方又在海峽大打出手，但現在的確是美伊立場最接近的時候，他們繼續存在着卡點，尤其是核問題的卡點，已經不具有真正的戰略意義。看样子在胡锡進老師看來，這個伊朗人把這個濃縮鈾交出去不是問題。胡锡進老師胸有成竹，認為這個小意思，把鈾交出去他也可以宣傳，讓伊朗人接受。所以胡锡進老師他把這個重點放在哪兒？他認為核心在哪兒？就是美伊雙方這個矛盾的焦點在哪兒呢？他說更實質的問題很可能是霍爾木茲海峽戰後的管理機制。伊朗想對過往船只收費，以此籌集重建資金，但在海峽收費的問題上，持反對意見的可就不光是美國了，那將是另一場複雜的博弈。
霍爾木茲海峽的戰後管理，這個看似很重要，實際上根本不重要，因為對毛拉政權來說，活下來是最重要。對毛拉政權來說，如果他有霍爾木茲海峽的管理權，他在那收過路費，這當然是最好的選擇。但這個沒那麼容易，沒有人會答應。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因為這裡面還涉及到阿曼，你有什麼權利在阿曼這邊也讓人家收費？人家說我這不收費，你來回的船從我這兒走唄。過伊朗那邊就要交錢，從這邊走不交錢，那都走這邊唄，水路。所以說毛拉對穆杰塔巴來說，當下最着急的是他神棍政權能不能存續，能不能活下来。活下來他就慢慢来，徐徐图之，大不了跟朝鮮一樣，你全世界都封锁了，反正你不也活着吗？那不就是对吧？波斯人吃点苦嘛。现在这个神棍已经在國內宣傳了，對吧？讓波斯人準備吃苦，勒緊褲腰帶。你家裡點10盞燈幹嘛呢？點那麼多，1盞不就夠了嗎？這是佩澤西奇汗說的，要這個朗子的老百姓開始勒緊褲腰帶。胡錦老師所說的這些重建啊，什麼對，它的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這個前提是朗子它是個正常的政權，但朗子它不是一個正常的政權呢，人家是以什麼輸出革命，要搞什麼這種伊斯蘭革命為自己的最高目標的這麼一個政權。如果他真的在乎建設，在乎這個發展，他就不會搞這麼多事出來啊。如果朗子毛拉政權他真的是在乎老百姓死活，在乎建設，搞經濟，那他怎麼可能搞什麼這個地區代理人武裝到處搞爆炸、搞抵抗是吧？反政府，反各個地方的政府，搞什麼核武器，這是輸出革命，他就不是一個正常政權。美國的國務卿盧比奧已經說過了，就這麼一個政權，你不能用正常的人的思維去理解它。但是說一千道一萬，這2個月來，胡一靜老師從堅決不相信朗子會跟美國談判，認為朗子一定會血戰到底，到現在，對吧？勸朗子，放下一切，連核武器都不要了，把濃縮鈾也不是問題了。這是什麼？說明胡一靜老師心路歷程。胡一靜老師再也不提什麼叫什麼不對稱優勢是吧？掏襠插眼也不提了。我們接着看特朗普怎麼表演吧。這個周末恐怕有動靜，也可能毛拉政權內部恐怕要出事，保不齊。這個周末我們密切關注。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